喺呢個末世嘅時候，主內嘅肢體重要嘅事就係如聖經希伯來書3章13節嗰度講，總要趁着還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勸，免得你們中間有人被罪迷惑，心裏就剛硬了。喺教會裏面，我哋常常唱一首嘅歌，我們都是一家人，因我哋都係被主耶穌寶血所買贖翻嚟嘅，同一個血統，同係主內一家。當主替門徒洗腳，是要顯出主對每一個門徒嘅愛。主藉這洗腳行動，俾咗門徒一個嘅命令，就係你們要彼此相愛。喺我哋嘅生活裏面，我哋點樣去遵守主嘅命令呢？就係要彼此相顧，彼此勸勉，彼此嘅代禱，能夠以行動見證主嘅教訓。如果唔係主嘅愛為基礎，所做嘅仍係軟弱無力。主耶穌在我哋還作罪人嘅時候，佢就為我哋釘十架。我哋愛，因為神先愛我哋，宣揚主嘅愛，活出主嘅愛，大家都要靠着主增加我哋嘅力量，就係凡事都能作。喺預備迎接主再來嘅時候，我哋要把握機會，天天彼此相勸，勸勉弟兄姊妹不要再沉睡，不要再懶惰。求主復甦我哋，求主燃燒我哋，使到我哋呢起嚟為主打美好嘅勝仗，見主嘅面嘅時候，我哋就能夠被主稱讚。若不然，我哋就會哀哭切齒了。多謝耶穌，多謝聖經常常嘅教導我哋，提醒我哋係彼此嘅相愛，彼此嘅勸勉，彼此嘅相顧。我哋多謝主嘅話語嘅提醒，我哋希望世界上所有嘅基督徒，佢哋都能夠效法基督嘅愛。